后来继续是花市好新闻，来看云林的四湖乡一个农民洪雪红，12年前对着洪婿转去四湖来做农，为着要传承着洪婿的阿公吴天时老先生做善事的精神，所以就开始内种福米，由善心的人士赞助经费，洪雪红就负责来种米，收成了后就把米捐予有需要的单位，透过纪念阿公的方式来做善事。四湖乡的农友洪雪红12年前对洪婿转去庄脚开始做农，为了传承阿公吴天时乐善好施的精神，开始种公益的福米，帮助有需要的人。那我就一直想说，想要把阿公这种乐善好施、为善的精神呢，就是说，如果有机会的话呢，要把它延续下去。福米是由几位善心人士共同赞助，交由洪雪红来种，收成了后捐予2个弱势团体。是有我的大学同学，那有我的亲戚，然后还有我订购我的有机农产品的消费者。因为福米的数量无济，所以讲伊用传统方式拍切啊，嘛因为安尼伊的福米特别香。就是传承嘛，我觉得就是因为现在很少人做，那我就觉得说，在能力范围里面，又加上我们有这个空间。伊用纪念阿公的方式来做善事，嘛，互这份爱心更较有意义。